莫小事来，世局已经无怪。我甲你着来，老天的境界，免假鬼假怪，莫想空想芳，定有鬼骗人钱财。阮憨直的个性，看袂过垃圾心态。用诈骗形态，马上就插翅自败。毋免遐长手，莫遐尼嚣摆。你头壳拍呆，注定会失败。电话又直直来，催阮着交代。乖，趁时就不起摆。看你喙舌外来，才清风等待。恁祖妈性地真歹，我无遐好乖。在账户时又出现异常信息，将在2小时后强制关闭。安然自在，心无挂碍。莫小事来，世局已经无怪。我甲你着来，老天的境界，免假鬼假怪，莫想空想芳，定有鬼骗人钱财。电话听了挂断三情，阮憨直的个性，看袂过垃圾心态。用诈骗形态，马上就插翅自败。毋免遐长手，莫遐尼嚣摆。你头壳拍呆，注定会失败。电话又直直来，催阮着交代。乖，趁时就不起摆。看你喙舌外来，才清风等待。恁祖妈性地真歹，我无遐好乖。伫混淆世界，胡乱来做歹想歪，用诈骗形态，马上就插翅自败。毋免遐长手，莫遐尼嚣摆。你头壳拍呆，注定会失败。电话又直直来，催阮着交代。乖，趁时就不起摆。看你喙舌外来，才清风等待。恁祖妈性地真歹，我无遐好。